大想嘛想袂到，讲排油烟机内底有5-6个鸟仔兽。家己这个民众排油烟机因为袂顶袂当，发觉讲油管内底拢总有5-6粒鸟仔兽。这个提掉了后，油烟机才会叮当。民众就真好闲，把相片抛起伫网络，引起网友大家热烈回。野鸟协会人讲，鸟仔会走来到人住的所在来起兽，原因就是因为伊本地住的所在已经互人破坏去啊。 水槽啊顶悬真侪树枝，满满的一鼎坐敢怨出来。只是这个树枝到底是对倒位来？竟然是这个鸟仔亲门大户，伫咧排油烟机的排烟管内底起修做大王。他明明有开抽油烟机，怎么会烟还是这么多？年轻的时候就想说，为什么一直有掉那种屑下来？伸进去就抽出鸟巢，拿一个又拿了一个出来，然后就到底有多少个在里面？然后就连续拉了5-6个出来。陈小姐讲，平常时啊厝内虽然有咧煮食，但无定定用着抽油烟机，想袂到前一个鱼仔厝内烟蓬蓬，才发现有鸟仔将排烟管占掉咧，感觉是真神奇。事后嘛将相片铺起咧面册顶悬，引起网友伫讨论。有网友讲迄是油烟过滤空气清净的功能，嘛有网友讲捌看过对面徛过排风口有鸟仔伫内底起厝生鸟仔囝，更加有人哭诉学鸟仔抗议司法不公。其实亲像安尼情形，毋是头一摆，进前嘛有民众发现厝内窗仔门甲铁窗中红起真侪鸟仔兽，佮滚酸笑大二条啊，叫这个鸟仔莫来违建。都市化发展，很多其实原本鸟类的基地都盖满了房子，那其实鸟类也在学习着如何适应跟人类生存。野鸟协会表示，因为鸟仔大的所在，互人迫害，定定会来刷收。亲像这种情形，大部分会伫咧生团的季节，也就是热天较容易发生。所以热天咧清理鸟仔兽的时阵，就要更加注意是毋是有胆出世的鸟仔囝。啊，若会出现伫咧市区的鸟仔，大部分拢无攻击性，民众毋免伤烦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